大家好，我係所長馬高。今日我哋會拆解90年代風靡全香港嘅日本動漫《宇宙騎士 Blade》。呢套動漫唔係單純嘅機械人打怪獸咁簡單，入面充滿住宿命、親情、掙扎同人性嘅考驗。就算過咗幾十年，都仲係值得慢慢回味。今日我同大家講講呢部作品，由背景設定、核心劇情到角色命運同經典場景，一齊重返嗰個充滿絕望同希望嘅宇宙戰場。呢部動漫原名係《宇宙老騎士 Tikkaman Blade》，由日本龍之子工作室製作，由根岸宏執導，岸間信明、川崎裕之擔任編劇。1992年開始首播，總共49集，仲有後續 OVA 作品。響1993年嘅時候，呢部動漫登陸香港電視台，瞬間就俘虜咗好多香港動漫迷，無論係大人定細路，都會準時坐喺電視度追看。同一般熱血機戰動漫唔同，宇宙騎士 Blade 走嘅係悲情路線，節奏緊湊，劇情夠晒深刻，冇多餘嘅搞笑橋段，全程都圍繞住人類存亡同主角嘅宿命展開，係科幻動漫入面難得一見嘅深度之作。之後就講下我哋正式進入宇宙騎士 Blade 嘅故事世界。先講下作品嘅背景設定，故事發生響聯合地球曆192年，人類早已經實現咗宇宙開發，仲建造咗連接地球同宇宙嘅軌道環，本以為可以邁向更廣闊嘅宇宙，點知一場滅頂之災突然降臨。神秘嘅宇宙外星生命體拉達姆突然襲擊地球，佔領咗軌道環，將呢度變成侵略地球嘅基地。拉達姆唔單止有強大嘅戰鬥獸，仲有一種超恐怖嘅技術，就係將俘虜嘅生物改造成為鐵加曼，亦就係而家講嘅宇宙騎士。呢啲被改造嘅戰士擁有毀滅性嘅力量，完全受拉達姆控制，成為侵略地球嘅殺人武器。響人類陷入絕望，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嘅時候，一個神秘青年突然出現響外宇宙開發機構門前。呢個青年失憶，性格孤僻冷漠，唔肯講自己嘅過去，身邊仲有一個叫做白卡斯嘅機械伙伴，因為佢身份神秘，又隨時帶住危險感，所以大家都叫佢 D-Boy， 意思就係危險男孩。後來大家先發現，原來 D-Boy 可以變身成為鐵加曼 Brat， 係唯一一個能夠對抗拉達姆同被改造鐵加曼嘅人類戰士。講到呢度，就要揭開 D-Boy 嘅真實身份同悲慘過去啦。D-Boy 原名叫做雙羽高野，本來係一個幸福家庭嘅細路，爸爸係科學家雙羽孝三，佢有大哥雙羽健吾，細佬雙羽新野，仲有細妹雙羽美雪。一家人本來響宇宙探險船阿爾戈斯號上從事科學研究，點知好景不長，探險船遭遇拉達姆襲擊，全船人都被拉達姆俘虜，仲被強行送入鐵加曼改造系統，準備變成侵略工具。雙羽高野嘅爸爸雙羽孝三眼見子女同家人要變成沒有自我嘅殺人機器，心痛不已。響改造完成之前，冒住生命危險救走咗高野，但係呢個拯救並唔係完美嘅。高野嘅改造中斷咗，變成咗不完整嘅鐵加曼，雖然保留住人類嘅意識同情感，但係身體亦都留下咗致命嘅後遺症，而佢嘅家人大哥、細佬、細妹全部都被徹底改造，成為拉達姆手下嘅鐵加曼戰士，忘記咗人類嘅記憶，變成高野最強嘅敵人。試諗下，呢種宿命幾咁殘酷。D-Boy 要保護人類，就必須同自己最親嘅人戰鬥。響戰鬥入面，佢唔單止要面對拉達姆嘅威脅，仲要承受住親人反目、自相殘殺嘅痛苦。佢每日都活響掙扎入面，想守護地球，又唔忍心對家人下手。呢種內心嘅折磨貫穿成套動漫，亦都係呢部作品最打動人嘅地方。接下來我哋講下 D-Boy 身邊嘅重要伙伴，亦即係宇宙隊嘅成員。呢班人係 D-Boy 黑暗命運入面嘅一束光。首先係女主角阿紀，佢善良堅強，一直相信同守護住 D-Boy， 係第一個走進 D-Boy 內心體諒佢痛苦嘅人。然後係諾亞爾，性格熱血衝動，一開始對 D-Boy 充滿懷疑，後來成為佢最可靠嘅戰友。仲有弗里曼指揮官，冷靜睿智，負責統籌宇宙騎士隊，理解 D-Boy 嘅處境，全力支持佢作戰。本田大叔擅長機械修理，
白卡斯就係佢改造升級，成為 D-Boy 變身同戰鬥嘅重要助手。雷賓係天才科學家，負責研究拉達姆同鐵加曼嘅弱點。米利負責通訊同後勤。呢班人組成嘅宇宙騎士隊係 D-Boy 最堅強嘅後盾，陪住佢一齊度過無數次生死戰鬥。再講下 D-Boy 嘅變身同戰鬥設定，呢度亦都係經典所在。一開始 D-Boy 靠住變身水晶變身，後來水晶被破壞，本田大叔將修理機械人白卡斯改造，成為 D-Boy 新嘅變身工具。每次變身 D-Boy 都會大喊 Tax up， 白卡斯就會回應 Yes， 然後 D-Boy 跳入白卡斯體內完成變身。呢個場面響當年真係超級經典，好多香港細路都會模仿呢個變身口號。但係 D-Boy 嘅變身並唔係冇代價嘅，因為佢係唔完整嘅鐵加曼，每次變身同戰鬥都會侵蝕身體同神經，特別係使用必殺技反物質炮 Kanroteka 對身體嘅負擔極大。到後期佢為咗對抗更強大嘅敵人，不得不進行超進化。超進化之後力量大增，但係代價就係記憶慢慢流失，身體亦都一步步崩壞。佢可以忘記自己係邊個，忘記宇宙騎士隊嘅伙伴，但係唯一唔會忘記嘅就係對拉達姆嘅仇恨同守護地球嘅決心，呢種捨棄一切只為戰鬥嘅執着。之後我哋重點講下成套動漫最催淚最殘酷嘅部分，同家人之間嘅戰鬥。D-Boy 面對嘅敵人大部分都係自己曾經最愛嘅親人。首先係細佬雙羽新野變身成為鐵加曼 Evil， 係 D-Boy 最強嘅宿敵之一。新野本來同高野感情最好，被改造之後完全失去人性，一心只想打敗高野。兩兄弟多次生死對決，每一次都係撕心裂肺。響最後決鬥入面，新野短暫恢復人類意識，認出咗哥哥高野，但係已經無法挽回，最終死響高野手上。呢一幕係成套動漫最經典嘅淚點，響香港播出嘅時候，唔知感動咗幾多觀眾。除咗細佬，大哥雙羽劍吾變身成為最強大嘅鐵加曼。Omega 係拉達姆嘅核心指揮者，完全被拉達姆控制，成為人類最大嘅威脅。細妹雙羽美雪變身成為鐵加曼 Rapier， 佢嘅改造亦唔完整，保留住少許人類意識，為咗幫助哥哥高野，最後犧牲咗自己嘅生命。每一次同親人戰鬥， D-Boy 都係響刀尖上行走，親手對抗自己嘅至親。呢種痛苦係任何熱血動漫都難以呈現嘅深度。仲有其他被改造嘅鐵加曼，比如阿克斯、蘭斯、蘇道等等，每一個都曾經係人類，都有自己嘅過去同情感，但係被拉達姆改造之後淪為殺人工具。呢度亦都反映出作品嘅深刻主題。拉達姆嘅恐怖唔單止係武力侵略，更在於剝奪人類嘅意識同情感，將最珍貴嘅人性徹底毀滅。而 D-Boy 就係響呢種絕望入面堅守住最後一絲人性，用自己嘅方式反抗宿命。再講下人類方面嘅劇情，亦都好值得深思。地球聯合軍方一開始唔信任 D-Boy， 只想利用佢嘅力量，仲盲目研製鋼鐵戰士，想取代宇宙騎士隊。結果因為技術不成熟，盲目發起總攻，激怒拉達姆，導致地球防線崩潰，大量平民傷亡，人類反抗陷入低潮。呢一段劇情批判咗軍方嘅自大同自私，亦都對比出宇宙騎士隊同 D-Boy 係真正為咗人類存亡而戰，而非為咗權力同利益。響人類陷入最低谷嘅時候， D-Boy 同宇宙騎士隊並冇放棄，佢哋轉戰阿拉斯加基地，繼續同拉達姆周旋。D-Boy 嘅身體越來越差，記憶流失越來越嚴重，甚至忘記咗自己叫 D-Boy， 忘記咗伙伴們。但係佢依然憑住本能堅持戰鬥，到最後決戰 D-Boy 面對大哥 Omega 同拉達姆嘅核心勢力，用盡最後嘅力量，發動超進化反物質炮，徹底摧毀咗拉達姆嘅侵略計劃，拯救咗地球。結局嘅時候，戰爭結束，地球恢復和平，但係 D-Boy 失去咗所有記憶，身體亦都殘破不堪，只剩下阿紀陪住佢響海邊望住夕陽。佢唔記得咗過去嘅痛苦，亦唔記得咗自己做過嘅偉大事情，就係一個普通嘅青年。呢個結局並唔係傳統嘅大團圓，但係先最符合成套作品嘅悲情基調，亦都留俾觀眾無限嘅回味。D-Boy 用自己嘅一切換來咗人類嘅未來，自己卻失去咗所有，呢種犧牲先至係最偉大嘅英雄主義。最後我哋總結下
宇宙騎士 Blade 呢部作品為何能夠成為經典，響香港同全球動漫迷心中經久不衰。第一，佢打破咗傳統熱血機戰動漫嘅套路，唔係單純講打打殺殺，而是深入探討宿命、人性、親情同犧牲，劇情夠晒深刻，有內涵，唔會睇完就忘。第二，角色塑造極之成功。D-Boy 呢個悲情英雄唔係完美無瑕，佢有痛苦、有掙扎、有軟弱，正因為咁先更加真實，更加打動人。每一個配角都有血有肉，伙伴之間嘅友情、親人之間嘅糾葛都刻畫得入木三分。第三，作品嘅畫風同音樂都堪稱頂級，90年代嘅手繪動畫，機械設定精緻，戰鬥場面震撼，音樂由和田薰打造，主題曲同插曲響香港都廣為流傳，旋律一出就能喚起大家嘅回憶。第四，作品傳達嘅精神，就算喺絕望入面都唔好放棄希望，就算面對無法抗拒嘅宿命，都要堅守人性同正義。呢種精神無論過幾多年都值得我哋學習。響香港動漫發展史上，宇宙騎士 Blade 絕對佔有一席重要嘅位置。好多香港動漫迷都話呢部作品係佢哋童年入面最難忘嘅回憶，亦都係第一部令佢哋明白動漫唔單止係娛樂，仲可以有咁深刻嘅情感同內涵。唔同而家好多快節奏、輕鬆搞笑嘅動漫，宇宙騎士 Blade 係需要靜下心來，慢慢細味，先可以感受到入面嘅重量同深度。今日同大家講完宇宙騎士 Blade 呢部經典，相信大家都對呢部作品有更深嘅了解。如果你係從細睇住呢部動漫大嘅朋友，希望今日嘅講稿可以喚起你嘅童年回憶。如果你仲未睇過，真心推薦大家去翻睇呢部經典，絕對唔會令你失望。好啦，今集介紹就嚟到尾聲，多謝大家收看。中意嘅朋友希望可以分享、訂閱、讚好，撳埋隔籬個啷啷，一有最新影片即刻通知你。我哋下條影片再見。